乡亲朋友，听等客家新新闻，向下来关心一下疫情的最新发展。今日3月29，较早以前呢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出来宣布讲，今日有新增加的15个确诊病例，呢度呢就包含有14个係對境外駛落來嘅個案，也有但是係去到歐洲、美國，也有所採呢實習旅遊或者係工作，另外還有一個係本土嘅個案，嗰種人士全部加起來。全台灣總共有298例累積病例，15例的確診，好，那14例境外移入，那1例本土，好，那我們這15例裡面包括14例的境外跟1例的本土，境外移入個案有9男5女，年齡介於10多歲到60多歲，入境日介於3月14到27日，發病日介於2月15日到3月25日。那來的國家大概是比較多一點哈，相對就沒有那麼的集中哈。美國2位，法國3位，英國2位，印尼2位，好，那其他就各國哈，大概都是在歐洲的國家還是居多哈。好，針對另外嘅本土案例呢，係兩公婆向下感染到嘅，因為呢係其中1個人先前出國旅遊，途境外測到過後就轉到台灣，繼續要傳播另外一個，嗰種呢佢感染源係當清楚，算係親密接觸者。另外，今日指揮中心嘅公布嘅，北部有一間高中先前就發生呢，有添59個案呢嚴重嘅確診個案，等等呢過後也同學要傳播呢其他人，故所也見台北市嘅高中等等就封校嘅。指揮中心較早以前就宣布講，現時總共對3名衍生出來嘅74個接觸者全部來進行採檢，結果全部都係陰性，故所天公爺也見學校應該做得順勢來恢復上課。是我們的高中，全校停課的，那時候的起頭的案子，第59的案例，這個案例裡面總共有我們匡列了85位，那採檢了74位。好，但包括他們所有這後來有確診的3位的接觸者，還有他們同班的同學，好，他們班上我們也全部採，好，所以這裡面採了74位，那也今天我們就確認全部都是陰性，好，所以明天學校應該可以順利的來開始來上課。本身就是症狀原先都很輕微，好，那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完全康復了。那學校的部分的話，哈，那個學校剛停課的時候都已經全部都消毒過了，好，那時候都已經都做消毒工作的，所以說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可以順利的來恢復來上課。未來呢，其實還較愛社會係社交距離嘅問題，今日指揮官陳時中咁樣講，可能接下來愛對社交距離嚴條來管理，因為像一般大家愛買做嘢咩，一般嘅排列咧，就係1個人，意思1個人排列咧，咪排到當檢。嗰種人士當地嘅研究講，社交距離愛行較嚴條來規範喎，可能呢接下來還會來上看下，係唔係違反嘅人愛開發，除非到愛同防疫嘅規則行較來高。以上就係3月29嘅記者會重點整理，歡迎鄉親朋友、觀眾朋友當日早晨9點半聽聽客家新新聞，向下來關心也全台灣四大報嘅重點新聞，還有下數時頭向下來關心疫情嘅情形動態。